眼睛疲勞、乾澀、睇嘢唔清，簡單嘅一招咧，幫你調。好多人經常會覺得眼睛乾澀啦、瘙癢啦、睇嘢咧模糊唔清、有重影啦，尤其咧長期盯住個手機屏幕睇嘅朋友啦，佢眼入邊咧好可能咧會有啲紅血絲，睇住咧都得人驚嘅，而且咧仲中意成日用手去捽眼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如果淨係滴嗰啲普通嘅眼藥水啊，佢咧只係咧暫時可以緩解眼部嘅不適，但係咧唔能夠從根本上去解決呢個問題。如果呢啲唔正確嘅干預治療咧，好可能咧會導致一啲角膜炎啊，甚至咧結膜炎咁嘅方向發展嘅。咁中醫認為咧，肝咧開竅於呢個目，如果你肝火旺盛啊，就容易出現呢啲眼睛紅腫啊、乾澀啊、睇嘢模糊不清啊呢啲多種嘅問題，而且咧往往會伴隨一啲口乾口苦啊、小便黃啊、大便乾啊、面紅啊、目赤呢啲症狀。咁我哋喺調理嘅關鍵咧就在於要清熱解毒。咁大家不妨咧可以參考使用呢個板藍根嘅滴眼液。咁佢入邊嘅成分咧比較簡單，佢只有咧板藍根一味藥組成嘅純中藥製劑，不含激素，大家咧可以放心咁使用。大家記低未呢？